一集會講解2021年 DSE Geography MC 第19題，題目問邊個選項係正確。0度呢個係 Equator 以上係北半球 Northern Hemisphere，Equator 以下係 Southern Hemisphere 南半球。香港喺北半球度，香港附近啲地方30幾度25度。選項1話佢係7月都幾合理下。選項2就係關於 temperature difference， 喺北半球 Northern Hemisphere 將35度減5度 temperature difference 係30度。喺 Southern Hemisphere 南半球，你將25度減0度等於25度。北半球 Northern Hemisphere 嘅溫差係大過 Southern Hemisphere 南半球嘅溫差。選項2啱。第3個選項就問，在北半球的同一緯度，內陸地區的溫度一般較沿岸地區高。建議大家睇下非洲 Africa 呢度，佢沿岸嘅地區係25度，繼續去到內陸地區就變成30度甚至35度。而喺亞洲依區都有內陸地區嘅溫度係比沿岸地區高嘅，就例如呢度佢係25度，但係內陸啲就係30度，沿岸10度，內陸15度。例外例子就係呢度沿岸大概係35度，內陸啲係25度甚至20度。咁樣嘅情況符合選項3話佢係 generally higher， 一般較高嘅道理。選項3啱。選項1、2、3正確，答案係 dot。